我係創造天地萬物嘅父神，我們創造天地萬物的父神啊，我係感謝你，我們感謝你。我哋呢班蒙恩嘅人，我們這一群蒙恩的人都經歷你嘅恩典，都經歷你的恩典。我罪雖多，我的罪雖多，主嘅寶血塗抹，主的寶血來塗抹，我哋要讚美你，我們要讚美你，敬拜你，敬拜你。我一生一世，我們一生一世操練敬虔，操練敬虔，係理所當然嘅。是理所當然的。求主祝福以下嘅信息時間，求主祝福以如下信息的時間。打開你嘅話，打開你的話，奉主耶穌嘅名，奉主耶穌基督的名，阿門。阿門。好，我哋唱呢個副歌。我們唱這個副歌我希望咧，一陣大家識背好嗎？希望大家帶回都去背了哈，很容易哈。好，我哋一齊唱。我們一起唱，普通話還是廣東話？冇所謂，廣東話或者一次。有冇人唔識廣東話㗎？呢個婆婆，他舉手，他舉手。你可以講普通話，可以廣東話。廣東話不太懂啊。不懂，就我們唱普通話。我哋唱普通話啦，哈。一趟。唱一唱。另外一次就是廣東話。然後第二次就唱廣東話喎。係啦，嚇。一次普通話，一次廣東話。我哋唱普通話。好1、2、3。主恩實在更多，主恩實在更多。我罪雖多，主血塗抹，主恩實在更多。廣東話。主恩實在更多，主恩實在更多。我罪雖多，主血塗抹，主恩實在更多。好啦，我哋去幫我撳翻前面啦。係，唔該晒，堅強啊。咁我哋咧試下一次普通話，一次廣東話，要背。好，1、2、3。主恩實在更多，主恩實在更多。我罪雖多，主血塗抹，主恩實在更多。主恩實在更多，主恩實在更多。我罪雖多，主血塗抹，主恩實在更多。哇，非常之好啊！大家識背，大家都會背啦。我哋咧平時咧多背短歌，我們多啲人背那些短歌。喺行街嘅時候，在走路嘅時候，你可以隨時隨地咧嚟到唱歌讚美神。你都可以隨時隨地唱這些短歌嚟讚美神咯。你叫你記成首好長嘅歌，你記唔到。叫你一記很長一首詩歌，你就記不起來哈。但短歌你一定記到。短歌你一定要記得起來哦。方便我哋隨時隨地都係唱歌讚美神。方便我們隨時隨地唱歌讚美神。咁呢個亦都係操練敬虔嘅一種。這也是操練敬虔嘅一種啊。我哋咧睇下先。下頁係啦。係啦。咁操練敬虔嚟講咧，操練敬虔嚟說啦，敬虔呢個字咧，敬虔這個字啊，英文 godliness，英文就叫 godliness，holiness 或者 holiness。咁咧包括咗咧敬虔、虔誠、敬神，包括了敬虔、虔誠和敬神。喺新約中咧，梗係對神、對人嘅當守嘅本分。在新約中這是指人對神對當守的本分啊，敬虔神聖。係啦，操練敬虔嘅教導。操練敬虔嘅教導咧，核心在於主動地。核心呢就在於主動的
持續地將生命對準神，將生命對準神，在真理和生活中效法基督，在真理和生活中效法基督，並依靠聖靈嘅大能，並依靠聖靈的大能。嗱，呢個呢，就係新約裏面敬虔嘅實意啦。啊，這個就是新約裡面敬虔的實意啦。啊，好重要噶。很重要。啊，對準神，對準神，向着神，向着神。我哋嘅神，我們的神啊，同偶像嘅神唔同。跟偶像那些神不一樣。偶像嘅神會欺騙你噶。偶像的神會欺騙你的。我有個老友記，我有一個好朋友、老朋友啊，已經主日安息，已經主懷安息了。未信耶穌之前，他未信耶穌之前呢，人生好痛苦，人生很痛苦，生意失敗，女朋友又離開佢，女朋友又離開他，周身又病痛，周身都病痛，經常去黃大仙求籤，經常去黃大仙那邊求籤。解籤先生同佢講，那個解籤那個先生跟他講啊，你想轉運，你想轉運，你做每一日行路嚟黃大仙呢，你仲要添香油錢，添香油。如果你想轉運的話，你都每一天來黃大仙這個廟啊，並且要添香油錢。係啦，除咗咁呢，除了這個以外，最好咁樣，你最好這樣哈。表示你敬虔呢，你唔好坐巴士。表示你敬虔的，你不要坐巴士，你要行路嚟，你要走路嚟。哇！呢個人真係聽佢講喎。哎呀，這個人真的聽他講哦。不過佢當時住喺牛頭角。他當時住在牛頭角。佢牛頭角行去黃大仙都要8、9個字㗎。從牛頭角走路到黃大仙都要慢者1個鐘㗎。都要40幾分鐘，要快1個小時哦。我身體唔好，死死地咁行路嗰時撞到一個傳道人，姓田先生喎。他就走路，很氣喘啊！但是在路上，他碰到一個田先生，他傳道人。呢個田先生問佢：溫東城。這個田先生就問他：溫東城啊，你去邊？你去哪裡啊？佢話：我而家要去行路去黃大仙。他說到他回答他，我要添香油啊！我現在走路去黃大仙就添香油啊！希望咧轉下運啊！我希望轉一轉運啊！咁呢個田先生同佢講，然後這個田先生就跟他講啦：溫東城啊！哎呀，溫東城啊！你嚟聽耶穌嚟教會啦！你嚟教會嚟聽耶穌吧！嗰啲幫唔到你㗎，那些不能幫助你的。你真係傻啦！你真係傻瓜啦！佢話唔係咧，我試下。我去埋呢次睇下點啦。哎呀，不對，我再去這一趟，再看看怎麼樣。我以前去都係坐巴士去，我今次真係行路去。我以前去就坐巴士去，我這一次真的是走路去。我表示我敬虔，我表示我敬虔啊。對嗰啲菩薩，對黃大仙敬虔。對那些菩薩黃大仙，我表示敬虔。佢一定會祝福我，他一定要祝福我。咁呢？那麼呢？怎麼樣？去黃大仙又真係行路喎。好辛苦喎！他真係是走路去黃大仙，真係很辛苦哦。咁翻屋企佢諗住咧，哇，一定蒙福啦！然後他回家之後就心裡面想我一定蒙福了。你估佢有冇蒙福啊？你猜他有沒有蒙福啊？有咩事發生啊？有什麼事發生啊？腳痛啊？腳痛小事，腳痛就小事啊！腳痛小事，腳痛就小事。啲鬼嚟！半夜醒翻嚟搞佢，那隻鬼半夜嚟搞他。哇！我咁敬虔，你嚟搞我，有冇搞錯啊？他說我那麼敬虔，你嚟搞我，有冇搞錯啊？我唔敬虔，你都嚟搞我，我咁敬虔愛你，你走嚟搞我？我那麼敬虔，你過嚟搞我？哎呀，唔掂啦！哎呀，不行啦！不如跟阿田先生講話，翻去教會啊！哎呀，不如跟田先生所說我去教會了。牛頭角個天台啦，牛頭角天台那邊，7層大嘅天台啊，7層大廈那種天台啊。我哋佐敦谷都係啊。係啊，佐敦谷。佢就唔係第一座，佢都係第一座。第一座個 H 字形嘅，記唔記得？你喺佐敦谷長大啊？對。H 中間嘅隔開咗嚇。那以前在佐敦谷那些7層大廈是 H 型的哈，中間那個隔開的。第一座我哋佐敦谷教會聚會。第一座我們佐敦谷教會那邊聚會哈。另一座咧有間叫信義小學，
那一座就叫信義小學，佢都有聚會，也是在那邊聚會。佢就唔係過嚟佐敦嗰邊聚會，他不去那個九龍谷那邊聚會，信義小學嗰邊聚會，他去信義小學那邊聚會，都係第一座，都是第一座。佢後來聽咗福音，後來他聽了福音咯，信咗耶穌，信了耶穌，佢真認識真神，他要認識真神。佢睇到咧，佢以前嗰啲嘅拜偶像嗰啲咁嘅黃大仙嗰啲假嘅，他就看到以前他拜那些什麼黃大仙那些都假的，佢決心跟隨耶穌，他就決心要跟隨耶穌。咁佢走去黃大仙嗰度同嗰個解簽先生講啦，我而家信耶穌。他都跑回去那個黃大仙那個解簽那個先生講了，我現在信耶穌了，以後我唔嚟啦，我以後不來了。我解簽先生話。多啲嚟咧唔怕噶，信耶穌都可以嚟噶。那個解簽的老先生就說：啊，你多一點來嘛，信耶穌也可以來的。我呢度都有啲信耶穌嘅人走嚟求簽噶。我這裡也有一些信耶穌嘅人來求簽的。佢話我唔嚟咯。然後他跟他說：我不來咯。佢話隨得你啦。那他回答說：啊，都隨便你吧。啊，幾凄涼。後來佢跟隨咗耶穌咧，真係蒙福。後來他跟隨耶穌之後，真係蒙福咯。有份好嘅工作揾到，有份好嘅工作，他找到啊。找到乜嘢？找到一個好老婆。要找到一個好老婆。佢喺教會裏邊聚會，他在教會裡面聚會，喺曾大屋教會，他在曾大屋教會。後來去咗喜樂堂，後來去了喜樂堂，做神為佢預備佢嘅妻子，神就為他預備他的妻子，有兒子有妻子，有兒子有妻子，好平穩，很平穩。佢覺得要敬虔對準真神，他覺得要敬虔對準真神，操練更愛主，操練更加愛主，效法主，效法主，傳福音，傳福音。有時跟我去揸住個喇叭報道，我哋以前好興啊。有時候跟着我去，就拿着個大喇叭去叫佈道啊。喺藍田佐敦谷、沙田，在藍田佐敦谷、藍田、沙田。各位藍田嘅居民，我哋係藍田教會。我們就舉起咗喇叭，就說啊，我們就各位藍田的居民，我們是藍田教會。下晝有兒童大會，下午有個兒童大會，請你哋嘅小朋友落嚟。請你們的小朋友下來。一報告下咧，哇！成班小朋友着對拖鞋喎，喺樓上咯。你報告之前，然後成個禮堂都同學都下來了。坐到成個禮堂都滿晒喎。然後坐到整個禮堂都滿了。嗰啲小朋友咧着對拖鞋啊，然後小朋友穿着拖鞋，唔會着鞋噶。他們不是穿鞋子。嗱，最寶貴佢哋聽到福音。最寶貴是他們聽到福音，好寶貴，很寶貴。呢個運動城咧，呢個後來成為主嘅裏邊基督嘅弟兄啦，基督裏嘅弟兄啦。就運動城就成為基督裡面嘅弟兄嚇。跟我哋去報道啦。跟我們一起去佈道啊。又跟我去曾大屋住啦。又跟我去曾大屋那邊住在那裡哦。我哋曾大屋咧，嗰度咧嗰啲咁嘅村屋好平租嘅。我們那個曾大屋那邊那個村屋很便租金很便宜。200蚊租咧已經係咧2層啦。當時200塊港元就2層了。上面嗰層，上面那一層做弟兄宿舍，做弟兄的宿舍。好多時候咧，弟兄好中意喺度過夜㗎。很多時候那些弟兄很喜歡在那邊過夜啊。下邊嗰層，下面那一層聚會，叫做聚會同埋圖書室，還有圖書室。哇，係真係，甚至後來我負責喺下邊嗰層起咗個浸池添。後來我負責在那邊下面那層蓋了一個收進池。你有冇喺曾大屋嘅浸池浸啊？有沒有在曾大屋的收進池浸？係啦，應該有啲其他馮海泉嗰啲係啦。應該有其他人在那邊做過啦，你們都不是你唔係啦，有啲係咁啊！我傳福音嘅幾蒙福啊！我們傳福音多蒙福啊！識起浸池喎。那個時候蓋呢個收進池，自己砌啲磚喎。自己那個磚頭那邊蓋啦。將嗰間雜物房改為浸池喎。把那個雜物房改為這個收進池。神俾我智慧服侍主。神給我智慧來服侍主。服侍主好着數嘅。哎呀，服侍主很着數。你知唔知我以前未服侍主之前咧？我們還沒有服侍主之前呢，
銀行戶口都冇過㗎，我都沒有銀行戶口啊，又冇儲蓄戶口，又冇咩，也沒有什麼支票戶口啊，更加冇啦，更加沒有支票戶口都沒有了，乜都冇嘅，什麼都沒有。但係你服侍主，但是你服侍主有需要有需要啊，因為我舊時做嘢咧，出糧咧唔係好似而家咁打補喎。因為我們以前就發薪水的時候，不是這麼打補的那種啊，銀行補。每出1號出糧咧，老細又俾個信封你嘅。一出發薪水的時候，老闆就俾那個信封給你。每一個同事都派信封嘅。每一個同事都派信封的。以前出糧咁嘅喎。以前發薪水是這樣發的。啊，所以我戶口都冇過咁。所以說不需要戶口的啦。啊，到我出嚟做傳道。當我出來做傳道了，更加冇戶口。更加沒有戶口。冇收入。沒有收入啊。嚇！咁冇戶口咧，但教會好多需要噶。沒有銀行戶口怎麼辦啊？教會很多需要嘛。啊，後來咧我就為咗教會嘅需要，又要去銀行開戶口啦。後來為咗教會嘅需要，我就去銀行開戶口啦。首先開我個人嘅儲蓄戶口。首先開了我們個人嘅儲蓄嘅戶口。慢慢又開埋教會嘅嗰個嘅支票戶口。後來就開了個教會嘅支票戶口。我話連呢啲都識喎。這些我都懂哦。又買賣啦。要買賣啦。租地方啦。租地方啊。由租地方至到買物業啦。由租地方變成買物業啦。咁呢啲都識喎。這些都要懂哦。邊個教我啊？誰教你啊？誰教我？好多弟兄向我學習。很多弟兄我在向他學習啊。天父教我。天父教我。所以你服侍主。所以你服侍主啊。乜都學到嘢㗎。什麼你都學會很多的。啊！我連拉電線都識地。我連拉電線我都懂一點點的哦。不過有個弟兄同我講。不過有個弟兄跟我講。叫做朱慈恩。那個朱慈恩啊。朱奇恩嘅大佬啊。就是朱奇恩的大哥哥。奇恩上一次喺度講到佢嘅大佬就叫做慈恩。上一次朱奇恩呢在這裏講到嘛，他哥哥就叫朱慈恩。呢個慈恩同我講，蘇文生。叫奇恩就跟我講啊，蘇文生啊，你拉條電線，拉到好條條蛇仔咁。你拉那個電線，好像一條蛇一樣呢。我都係唔直㗎，拉不直的。咩斜斜一條蛇仔咁，歪七扭八的，好像蛇一樣。我話你唔好嚟啊！你唔得閒喺度咧，起碼我頂住檔咧，起碼好似蛇仔都着咗燈啊算。你要不要管啊？你不在嘛？但我只有自己硬着頭皮做嘛。就可以聚會啦，開燈就好啦，聚會啦，聚會就好。唔好理佢蛇唔蛇仔啦，管他什麼條蛇不蛇。你要認為我蛇仔，不如你嚟啦。如果你嫌他好像蛇，拆咗佢幫我，你自己拆掉，把它重來了，你自己做了，拉翻直佢啦。你把它拉直吧。佢係一流。他都一流了，哇！你靚我10倍啊，100倍啊！你做得漂亮我100倍哦，好啊！我原本歪斜斜，但係都要用，即係急起上嚟咧，要用就可以用得到。本來那個歪七扭八的，當時應急都可以用啊嚇。好似我起個針池，我都冇話油啊、線灰啊，總之令到佢唔漏就得噶啦。我那個幹那個抽針池也是啊，沒有散灰油刷油漆都沒有，就那個不漏水就可以了。我話神俾我智慧喎，神給我智慧，我令到佢唔漏水喎，我讓它不會漏水啊。咁啊浸到你啦，能夠做敬禮啦。啊，都感恩。感恩。我哋服侍主，我們服侍主，要效法基督，要效法基督。並依賴聖靈的大能，並依賴聖靈的大能。點樣可以依賴聖靈嘅大能啊？怎樣可以依賴聖靈的大能啊？咩事？禱告。什麼事都禱告。係啦，樣樣都祈禱啊！每一件事情都禱告。每一件唔掂嘅事都祈禱啊！每一件你覺得不行嘅事都禱告啊！禱告神會指教你，禱告神會指教你啊！真㗎，真的呢。我哋以前乜都冇嘛，我們以前什麼都沒的，什麼都沒有啊！哎呀，神保守，我記得有一次喺曾大屋咧，神保守我記得有一次我在曾大屋啊，有一次我又冇錢食飯，有一次我沒錢吃飯，啊，主日晚嘅
外宴咧整咗好多飯餸。主日晚上那一餐的那個愛宴啊，剩下很多飯菜。嗰陣時冇雪櫃喎，那個時候沒有冰箱的，用石油氣爐喎，用石油氣。初用火水爐添。當剛開始的時候用火水爐啊，咁啊30幾度，那時候30幾度，隔咗夜，那個飯菜隔夜啦啊，冇雪櫃，沒有冰箱啊。我問下有冇熟，我都聞一聞啊，有沒有變味？有沒有變壞呀？味道聞一聞有沒有怪怪的？好，感謝主，哎，感謝主哦，冇變味，沒有變冇味道，變壞，味道沒有變壞，可以食到。可以吃啊。雖然身上冇錢，雖然身上沒錢，但係食嗰啲已經夠食噶啦。但是吃那些剩飯食剩菜2-3餐都都食幾餐都得啦。吃2-3餐都夠哦。咁啊，神啊保守嗰2-3餐咧都冇變壞喎。那是神都保守啦，這些飯菜那2-3天都沒有變壞哦，2-3餐都沒有變壞。呢個最早期嘅傳道生活，這就是最早期的傳道的生活哈，就係咁嘅生活。都是這種生活。嗰陣時香港嘅物質係好缺乏。那時候的香港的物質很缺乏。我哋傳道嘅對象好多都係啲小朋友啊，喺左嗰個小朋友啊。我們傳道的對象很多都是小朋友啊，藍田啊，後來長大嘅嚇。後來他們長大了哈。曾大我對好多嘅農村嘅人。曾大屋的傳道就是對付很多的農村的人。農村嘅人咧，佢冇錢奉獻嘅。他們農村的人沒有錢奉獻的，佢哋都好窮。他們都很窮。我哋都有時要有錢就要供應佢哋。反過來，我們有時候有錢就供應他們的。嚇！咁啊喺傳道嘅生涯裏邊，在傳道的生涯裡面，經歷神嘅大能，經歷神的大能，神嘅幫助，神的幫助，神嘅扶持，神的扶持，神嘅安慰，神的安慰，呢個真㗎，這是真的哦。下一幅係近邊個掣？係啊，我幫你撳啊。你幫我撳，係唔該。係好嗱，呢度啲經文，然後這裡經文看看哦。啊，提摩太前書4章7至10。提摩太前書4章7到10節。大家一齊讀好嘛？大家一起念下啊。這要棄絕那世俗的言語和老虎荒謬的話，在敬虔上操練自己，操練身體，益處還少，唯獨敬虔，凡事都有益處，因為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們勞苦努力，正是為此，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萬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嗱，感謝神。好，感謝神。咩叫操練敬虔啊？什麼叫操練敬虔？呢個話只要棄絕嗰啲世俗嘅言語。他說要棄絕那是世俗的言語，老虎荒謬嘅話。老虎荒謬的話。嗱，呢啲話咧係咧嬉笑嘅話，可以話。啊，可以說這些是嬉笑的話哈。啊，唔能夠造就人噶。不能造就人的。破壞人噶。破壞人的。呢啲叫世俗嘅言語。這就叫世俗的言語。我哋唔好講啲世俗嘅話啦。我們不要講那些世俗的話啦。我聽過一個電台。我聽過一個電台。佢係講聖經真理。那個電台講聖經真理的。門徒公義啊，嗰個電台。那個電台叫門徒公義啊。我頂唔順。哇，我受不了啊！嗰啲咁嘅所謂基督徒啊，那些所謂的基督徒啊，傳道啊，傳道啊，喺個台上啊，在台上怎麼講粗口㗎？在講髒話的。有冇搞錯啊？哎呀，有冇搞錯啊？我真要領啦，我要領我第二個台。我馬上就要轉台啊！佢一面講粗口，一面又批評好多傳道人，一邊在講髒話，一邊在批評很多傳道人。批評恩語之聲，要批評什麼恩語之聲？影恩使團啊，批評影音使團，批評呢個，批評嗰個，批評這個，批評那個。我話你
講粗口已經唔啱用批評人。啊，你講髒話已經不對了，還繼續的批評人。當人哋有一啲地方俾佢捉到佢嘅錯處啦，當他抓到別人的這痛腳的時候，錯處的時候，你捉人嘅痛腳，但係自己講粗口，你抓人的痛腳，但是你自己在這說髒話，頂佢唔順。哎呀，受不了了，真的受不了。呢啲唔係敬虔啊！這不是敬虔呐。佢指出好多傳道人嘅錯，他指出很多傳道人的錯誤，佢卻係公開講粗口。但他卻在公開的在講髒話。呢個台叫做門徒公義啊！這個台叫門徒公義哦。我冇唔係我特登揾㗎，我係個手機無意中出現啫。哦，不是故意找他，是那個手機都突然出現的。我故意出，我冇，我話既然出現咗，我聽下啦。啊，居然出現在我眼前，我去看看他是什麼。哇！佢真係好離譜，而且真的很離譜哦。又講埋梁燕晴已經錯，又講咗梁燕晴怎麼錯？基督教學者啊，啊，這個基督教學者啊，但係佢自己咧，他自己咧，經常講粗口，經常就說髒話。後來咧，佢都公開承認。後來他都公開承認啊。嗰日有人話我成日講粗口，有人說我常常說髒話。哎呀，我都要戒啦。好吧，我都應該把它戒掉了。你連粗口都戒唔到，你有咩資格走去批評人啊？你自己說髒話都戒不掉，你什麼資格都批評別人啊？批評乜牧師，要批評什麼牧師，什麼咩牧者，咩學者，要批評什麼學者，連名都提埋出嚟。啊，都這個連名帶姓都當就講出來，亂用嚟㗎，亂來的啊！唉，呢啲唔係叫敬虔，這不是叫敬虔敬虔要去棄絕呢啲粗口。敬虔要棄絕這些髒話嘛，絕對唔應該㗎，絕對不應該啊！呢啲喺語言上我哋要操練喎。這些在語言上我們要操練的。咩叫敬虔？什麼叫敬虔？喺雅各書話要紀念嗰啲患難中嘅孤兒寡婦。在雅各書裡面說哈，要紀念在患難中的孤兒寡婦，要立住自己嘅舌頭，要勒住自己的舌頭。有啲人咧批評呢個批評嗰個，專門批評人噶。有些人呢專門批評人啊，批評這個批評那個。呢啲係咪敬虔啊？這是敬虔嗎？絕對不是敬虔。絕對不是敬虔。一個敬虔人係要立住舌頭噶。一個敬虔人是勒住自己的舌頭的。一個敬虔嘅人咧，會紀念嗰啲孤兒寡婦。一個敬虔的人會紀念那些孤兒寡婦的。好似戴德生咁樣，好像戴德生一樣，好窮，有一次很窮哈，身上唔知得一個辮子定幾多，身上好像身上沒收多少錢，好像一個便士人一點點錢。神話你呢個人又病又窮，你俾佢啦。神就他說啊，這個人又病又窮，你把你的錢給他吧。戴德生同神講，戴德生就跟神說了，我俾咗佢，你給了他。我今晚同聽朝都冇開唔到餐喎。那麼我今晚和明天早上我都沒錢吃飯咯。起碼聽朝都冇早餐食。至少明天早上都沒有早餐吃咯。神同戴德生先生講，神就跟戴德生講啊，你係咪以我為你嘅父？你是不是以我為你的父？佢係啊，你係我嘅父啊。戴德生就說，是啊，你是我的父啊。我既然係你嘅父，你信唔信我會供應你？你既然信我是你的父，你信不信我會供應你啊？戴德生都話信啊。戴德生就說我信啊。信你哋將身上所有嘅錢俾呢個窮人窮寡婦。你信的話，就把你現在身上的錢呢，給這個窮寡婦。咁佢順服天父嘅話，然後他就順服天父的話，俾咗窮寡婦，那給了那個窮寡婦了，個心裏邊好喜樂，他心裏面很喜樂啊。等下今晚嗰餐，想一想今天晚上那一餐，明天嗰餐，然後明天那一餐，點搞呢？怎麼辦呢？但裏邊好喜樂，但是他心裏面很喜樂。神話會供應我嘛？他說神會供應我嗎？對嗎？咁我翻屋企，那我就回家了。屋企咧，然後回家咧，冇幾耐有個郵差嚟拍門。啊，過不久有個郵差嚟敲門啊。
法門咧，個郵差俾咗一封信佢，開門之後，那個郵差給他一封信，有佢俾個窮寡婦嘅4倍嘅錢咁多。那個信裡面有錢啊，那個錢都是比他給窮寡婦的那錢4倍那麼多。就係咁嘅經歷。他說有這個經歷哦。所以我哋咧一個敬虔係一定會經歷神嘅供應嘅。所以一個敬虔嘅人一定會經歷神的供應的。即使經歷冇神嘅供應，你又點呢？就算沒有經歷到這個供應，又怎麼樣呢？我哋就算經歷唔到都唔緊要。就算我們經歷不到也不重要。學習與基督一同受苦，就學習與基督一同受苦，苦練噶，苦練啊，都需要噶，都需要啊，使我哋屬靈嘅生命更加成長，使我們的屬靈的生命更加的成長。啊，呢度話咧，這裡說啦，啊，操練身體益處還少，操練身體益處還少啊，唔係冇啊，不是沒有啊，少啊，是少啊，啊，唯獨敬虔嘅，唯獨敬虔啊，凡事都有益喎，凡事都有益啊，仲有啊，還有咧，因有今生和來生嘅應許，因為有今生和來生的應許啊，這話是可信的，哦，這話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噶，是十分可佩服的。我們勞苦，我們勞苦努力，努正是力，為此，正是為此，因我們的指望在乎永生嘅神，因為我們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我哋有永生嘅神做我哋嘅指望，我們有永生的神做我們的指望，永生神俾我哋嘅指望係永恆嘅，永生神給我們的指望是永恆的，恒久嘅，恒久的，啊，好有深度嘅，很有深度的，對你屬靈生命咧能夠成長嘅，對屬靈的生命是更能夠成長的。我哋勞苦努力，我們勞苦努力，正是為此，正是為此，我哋嘅指望在乎永生嘅神，我們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萬人的救主，他是萬人的救主。我哋嘅神係咩？萬人啊，千萬人嘅救主喎。我們的神是千萬人的救主。我頭先講我老友記運東城啊，我剛才講那個我老朋友運東城啊，啊今日應該識運東城啊，你老字你應該懂啊運東城啊，即係年長姊妹唔係老姊妹啊，年長嘅姊妹啊，呢啲人咧係有資格識嘅，係會識嘅。啊，他就知道，他認識他啦嚇。啊，唔知啊，一時講錯咗。我而家啱先諗起你識嘅嚇。我現在才想起來，你是認識他嘅運東城。佢太太同你都識㗎。他太太你都認識嗎？唔識啊，蕭麗梅啊。啊，我唔緊要啊，啊，識啊，東城佢喺曾大學嘅以前嚇，好奇怪啊！哦，咁今日主啊，咁啊，他是萬人的救主，他是萬人的救主，千萬人咧，神揀我哋，千萬人就神揀選我們，成為我哋救主，成為我們的救主，神拯救咗你同我喎，神拯救了你和我啦，哈利路亞！讚美主，讚美主嚇！既然神拯救我哋，一齊講哈利路亞。啊，既然神拯救我們，一起說哈利路亞啦！哈利路亞哈！啊，神拯救我，神拯救我，哈利路亞，我係神嘅兒女，哈利路亞，我們是神的兒女，好蒙福係嘛？很蒙福啊！咁啊，神拯救咗你咧，哎呀，你今年20歲，竟然信咗耶穌啦。好，神拯救了你哈，你今年20歲信咗耶穌啦哈。當你有80歲咧，啊，假設你有80歲咧。哇！有60年你仲喺地上生活，還有60年你在地上生活，你咪一孤零零喺地上生活咯。哦，你就孤零零在地上生活咯。哦，你同我，咁你唔理我啊？哦，那你不管我了哦。啊，神啊，你救咗我，叫我做咗你嘅兒女。哎呀，神啊，你救了我，叫我做了你的兒女，叫我，但係我80歲死嘅話，我仲有60年喺地上生活喎。哎呀，我80歲死了，我有60歲，還有60年在地上生活。神話夠啦，你將來上天堂啦。神說啊，夠啦，你將來上天堂咯。我呢60年唔理你。哦，這60年我就不管你咯，唔看顧你，就不看顧你哦，唔恩待你，不恩待你哦，唔施恩俾你，不施恩給你哦。神係咁嘅神啊？神是這樣的神嗎？唔係啊，不是的下邊嗰度啊，更是一提讀，
更是信徒的救主。你看看上面这里說什麼哈？他是更是信徒的救主啊。即係你信咗之後，所以說你是信了主之後，同你信主之後，還有你信主之後啊，唔單你決志嗰刻佢係你嘅救主，不單只是你決志那一刻是你的救主啊，喺你嗰刻直到永遠，將從那一刻直到永遠，佢係你嘅救主，他是你的救主，佢係你生活嘅救主，他是你生活的救主，佢係你患難中嘅救主，他是你患難中的救主，佢係你疾病中嘅救主，他是你疾病中的救主。喺患難中佢係你嘅救主，在患難中是你的救主，喺孤單中佢係你嘅救主，在孤單中他是你的救主。仲再唔再孤單啊？你還不孤單嗎？唔再孤單啊！那不再孤單啊！你係喺永生神嘅家裏邊你啊，是在永生神的家裏嗎？快樂㗎！快樂的，我哋感謝神。我們感謝神。下一幅，好唔該。嗱，我哋慢慢讀啊。好，我慢慢念哈。三，你該知道，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因為那時人要專顧自己，貪愛錢財，任意妄為，自高自大，愛宴樂，不愛神，有敬虔的外貌，卻背了敬虔的實意。這等人你要躲開，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裏敬虔度日的人，也都要受逼迫。嗱，有受逼迫過呢度有講，誒，這裡說有受逼迫的哦，特別喺呢個日子，特別在這個日子，喺末世在末世危險嘅日子來到，危險的日子來到了。喺呢個時候人呢點啊？這個時候人會怎麼樣？專顧自己嘅事，專顧自己的事，自私自利，自私自利啊，貪愛錢財，貪愛錢財，任意妄為，自高自大，任意妄為，唔愛神，自高自大，愛人都不愛神。你而家喺基督徒當中都唔少呢啲人喎。你看，你現在你看到很多人不少這樣的人哦。啊，有一次有個弟兄去見工，有一次那個弟兄去面試哈，見工佢係同個老細講，我係信耶穌嘅。然後他跟那個面試的老闆就說啊，我是信耶穌的。個老闆我都係㗎。那老闆說啊，我也是。哎呀，我哋大家都弟兄咯。哎呀，我大家都是弟兄咯。佢呢頭話弟兄，這邊說弟兄，老闆話自己係弟兄。老闆說他自己是弟兄。嗰頭話，哎呀，明天我跑馬喎。然後上一句話，他就說啊，我明天呢就賽馬了哈，啊，買彩跑馬。啊，睇你去唔去啊？弟兄，你去唔去啊？哇！死呢個弟兄，嚇到這個弟兄。呢個弟兄哇，有冇搞錯啊？那個弟兄呢頭話自己係弟兄，這怎麼搞錯？你這一邊說你是弟兄，我嗰頭話要跑馬，呢邊你就說我去賽馬了，買彩票啊，那個嚇買馬票，買馬票，我講我阿爸嘅見證，我說一說我父親的見證啊。我爸爸信得蒙查查，我父親送的蒙查查，佢係潮語浸信會嘅執事，他是潮語浸信會的執事。禮拜日朝早揸聖經，禮拜天早上都拿着聖經，行攞馬經，下午就拿着馬經。啊，揸聖經咧，有時個牧師話啊，而家請阿蘇少仁弟兄上台讀經。好，他拿着聖經說，有時候牧師都叫啊，請蘇士文弟兄當上台讀聖經。佢一係讀經喎，然後就去讀經了，他就讀經了。睇牧師讀經喎，他代表牧師去讀經了。牧師講到佢讀經，牧師講到他讀經。咁行咧，佢就唔係讀經咯。下午他不是讀經咯，都係經，但係馬經，但是都是經，但是馬經。有一次佢昏迷60日，有一次他昏迷了60天，以為自己死緊，以為他已經死定了啊！點知突然間昏迷中醒咗，突然他在昏迷中醒過來，昏迷中醒過嚟，一醒過嚟，醒過來之後，我喺佢旁邊，我啲家人都喺旁邊，我家人都在他旁邊，我在他旁邊。啱啱電視台講賽馬，
剛剛電視台那邊在跑馬哈，佢話呢場馬跑成點啊？他們起來就說啊，這場馬那個馬跑得怎麼樣？佢咪掛住愛主喎，他不是掛念着愛主，掛住嗰場馬喎。他是掛念着那一場馬怎麼樣？佢醒過嚟就好開心。他醒過來就很開心啊。後來同我牧師講我醒過嚟啊，後來他跟牧師講，我醒過來啦。佢又冇講話咧醒過嚟講，即係佢知道牧師唔中意聽嘛，佢淨係講醒過嚟。牧師話：嘿得，啊牧師說啊你可以啊，就嚟年初一啦。啊快來年初一咯。佢哋啲大宗派好興年初一咧有崇拜嘅。他們那個大宗派也很習慣，就是年初一有大崇拜嘅。佢話咧，我哋要先敬拜神，後拜人，拜年向人啊。啊，他們就說啊，我們要先敬拜神，後來才拜年拜人哈。拜人啦，拜年啦，拜訪人啊。咁啊，真係好敬虔喎。哦，真的很敬虔哦。你過嚟。啊，你來。年初一崇拜由你負責講見證。好，初一崇拜嘅時候由你來做見證。你講下自己60日昏迷，你講一講你60天的昏迷裡面，上帝使你甦醒，上帝使你甦醒。我爸爸咁講，我父親就這麼說啦，上帝使我甦醒。哎呀，那個神啊，上帝就要使我甦醒啊！全體拍爛手掌，全體都在拍掌啊！哎呀，上帝真係使你甦醒啦！哎呀，真係神在使你甦醒啦！咁啊見證，這樣的見證哦，其實根本上咧。唔合聖經，這種見證根本不合聖經。你淨係講，即係做啲咁嘅嘢啊！我有個親戚啊，喺大陸咧，在內地啊，做高級幹部，就在高級幹部，帶咗80萬人民幣翻嚟香港，帶了80萬人民幣回來香港。啱嗰日禮拜六。剛剛那一天禮拜六下晝，禮拜六下午，佢話我阿蘇啊，即係叫我阿爸做阿蘇，就稱呼我父親我叫阿蘇啊。喂，我80萬咧擺落嚟老人院嘅床下底得唔得？我這80萬放在你老人院那個床底下可不可以啊？禮拜一銀行開咗咧，我先入啦。星期一銀行開嘅時候我就去拿回來。我阿爸話，我父親就說：喂，老人院有人偷嘢喎。我老人院有人偷東西的。萬一俾人偷咗點算啊？萬一俾人偷掉怎麼辦啊？啱尾又有個微信主嘅妹妹。後來我有個微信主的妹妹，你擺落我屋企。他說：你放在我家裡。我禮拜一同你去銀行。我禮拜一就跟你去銀行。你喺大陸做幹部點會有80萬咁多啊？他就問他：你在大陸內地做幹部，為什麼有80萬那麼多錢呢？我都問佢。我也問他這樣問。佢話：喂，你最穩陣啦。他說：你最穩當啦嚇，擺喺你個口度，放在你嘅口裡面。我話唔好，我哋唔擺得呢啲錢㗎。不，他說：不行，不能放在我戶口，我們教會的戶口嘛，不能放啊。佢想擺喺我哋教會嗰度，他想擺在我們教會那裡哦。我絕對唔可以。我說絕對不可以。後尾結果擺喺我微信主個妹妹度。後來就放在我微信主那個妹妹那裡了。有次我同佢傾偈，有一次跟我聊天啊，你咁多錢嘅？我話為什麼你那麼多錢啊？呢啲嘢我哋做幹部好多人送嘢㗎。哎呀，你知道嘛？我們當幹部的很多人都是送錢。我哋唔可以唔收㗎。我們不可以不收的。唔收嘅人咧，人哋以為我哋係即係鬼仔啊！我們不收錢的話，以為我們就做鬼頭仔。我哋一定要收㗎。所以我們一定要收的。呢啲好多年前嘅事啦。這是已經很多年前的事咯。但係我哋敬虔人，但是我們的敬虔人呢，要聖潔，要聖潔，絕對唔可以同嗰啲罪惡有關，絕對不可以跟那些罪惡有關，遠離罪惡，要遠離罪惡。呢個係啦，亦都話咧，唔好有敬虔嘅外貌。就是還有是什麼說啊？不要只有敬虔的外貌，冇敬虔嘅實意，卻沒有敬虔的實意。所以好多人咧
只有敬虔嘅外貌，冇敬虔嘅實意喎。哎呀，你看很多人只有金錢的外貌，沒有金錢的實意的。我哋要躲開呢啲人，我們要躲開這種人，要躲開啊，要躲開啊，免得你受玷污啊，免得你受玷污啊，你可能會同佢同流合污啊。可能你會同流合污啦。啊，呢啲人呢，這些人呢，請你食大餐，他們請你吃大餐，我唔去嘅。你都不去啊？我知道佢啲錢呢來歷不明，我們知道那些錢啊來歷不明，係咪啊？對嗎？啱啊，應該喎，我哋基督有立場嘅我喎，們應該有這種立場啊，唔係話有大餐食，不是說哇免費餐，大食一餐，有人請你到免費餐，你就大吃一餐。呢啲錢係不聖潔，這些錢都不聖潔啊，所以我哋要遠離。所以我們要遠離。我講呢個親戚我講這個親戚啊，已經移咗民去加拿大，已經移民到加拿大去了，嚇，佢帶咗啲錢遠走高飛，帶着那些錢就遠走高飛了，嚇，但係幾可怕。你說多可怕！我係敬虔人，我敬虔人，我行事為人，我們行事為人對得起主。對得起主。可能我哋要過貧窮嘅日子，可能我們需要過貧窮的日子。下邊咁講，不12節咁講， 12節這麼說了，不但如此，不但如此啊，凡立志在基督耶穌會敬虔度日嘅，凡立志在基督耶穌裏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都要受逼迫。有時我哋為咗敬虔度日咧，要受逼迫嘅喎。有時候我們為了敬虔度日要受逼迫的哦，都值得㗎，值得的，值得的。我哋睇到下一章係啦。嗱，我哋睇到聖經裏邊嘅例子啦。我們看到聖經裡面的例子啊，喺日常生活裏邊要分別為聖。在日常的生活裡面要分別為聖。我講幾個聖經人物。我講幾個聖經人物。在被擄異邦嘅巴比倫嘅時候，在被擄異邦巴比倫的時候，立志不以王嘅善和王飲嘅酒玷污自己。但以理他立志不以王的善和王的飲玷污自己。寧可吃素菜，寧可吃素菜，喝白水，喝白開水，都唔寧願以王嘅善嚟到玷污自己，都寧願不寧願的被王的飲食來玷污自己。係咁敬虔人係咁。好，敬虔人是這樣，佢唔渴慕食靚嘅皇宮嘅菜啊。不渴慕那個吃這個漂亮的王宮的菜色啊。第一，佢可能拜過偶像，可能那些菜是拜過偶像的。第二，佢嗰啲嘅菜式違背舊約嘅律法。那些菜色是違背了舊約的律法。譬如食豬肉啦，比如豬肉啦，豬肉啊，舊約裡面不准吃豬肉的。魚有鱗又冇鱗又唔食得啦。無鱗的魚也不能吃啦。好多規條喎，很多規條所以佢唔希望咧得罪神。所以他不希望得罪神，寧願吃素菜，吃素菜，喝白水，喝白開水。唔簡單喎。不簡單哦。你知唔知早年佐敦谷嘅弟兄姊妹阿克倫就會知咩？講錯黑文啊 ，sorry 啊，阿黑文會知。係啊，你就知道那個早期佐敦谷呢個曾大屋、佐敦谷、藍田嗰班弟兄姊妹。曾大屋、藍田、曾大屋那些弟兄姐妹啊。過年嘅時候，阿媽嗰啲雞係全部拜過神嘅。哎呀，媽媽過年啊食那頭雞係都拜過神。即係拜過偶像，唔好叫佢做神啦。拜過偶像啊，本身。拜過偶像，我哋教會嘅主張咧，我們教會嘅主張咧係唔食拜偶像之物，都不吃拜偶像的。我哋睇聖經係咁睇。係啊，我們看聖經就這麼看咯。有啲基督徒神潔淨嘅唔驚。有些基督徒說神潔淨的不用怕。不過我唔辯論呢個問題。我們今天不是辯論這個問題啊。我哋嗰陣時唔食。總之那個時候啊，我們是不吃的。冇雞食咪冇雞食啦。沒有雞吃就沒有咯。嗰個年代唔係隨時有雞飯食嘅。那個年代不是隨時有雞飯吃的。
食雞都要過年過節先有喎。吃雞啊，要吃過節才有得吃的啊。生活物質貧窮啊嘛，因為生活物質貧窮嘛。你平時唔會劏隻雞嚟食喎，你平常不會殺雞來吃的，冇㗎。不會的。所以嗰個時候都係小朋友，那時候我們小朋友，好多人都係咁。很多人都係這樣。最開心就咧有雞食，最高興嘅時候就是有雞吃啦，因為平時冇得食。因為平常沒得吃嘛。你哋呢度啲做師奶嘅，你哋都會劏雞，隨時食啊！俾細蚊仔食雞食到嘔啊！你們現在隨時都可以殺頭進來啦，給小朋友吃啊，吃到嘔啊，就吐啊。但係我哋60、70年代，但是我在60、70年代的那時候啊，要食雞唔係咁容易㗎。要吃雞哈，要吃雞還不容易啊。過年過節先有㗎，要過水過節才會有啊。既然好恨食雞，啊，很想吃雞，但係冇雞食但是就沒有得吃哦。咁咧真係好慘，冇雞食沒得吃，咁啊真係凄涼。真係凄涼啊！佢哋為主嘅緣故，食白飯。他們就為主的緣故，只吃白飯。呢啲係最早期，我哋最早期教會守住呢個真理。這就是我們最早期這個教會的時候，守住這個真理。咁好，有啲阿媽就好心，有一些媽媽就很有心啊，媽媽很好心啊。你冇雞食，不如咁啦，阿媽斬起啲俾你食，然後拎其他去祭拜神啦，然後拜偶像啦。我先切一半，這一半呢，那是拜偶像的，這一半沒有拜過的啊。你話嗱，你食啊，那這一半冇拜過㗎你都可以吃到沒有拜過的啊。係咁啦。其實媽媽真係很好啊。但唔係唔係個個媽媽成日都咁好喎。那不是每一個媽媽都這麼好的。就係咁樣。都這樣啊。我感謝神。好，感謝神啊。但以理怎麼樣？忠心愛主。忠心愛主。喺被擄嘅地方，在被擄的地方，寧可吃素菜，吃素菜，喝白水，喝白開水，真係咧好忠心敬虔愛主。很忠心敬虔愛主。王話，王就說定咗命令，王是定了一個命令，你唔可以向神、別神或者向任何人或者神祈求。定了一個命令，就是你不能向任何人或者任何神祈求。若果你係違背我命令嘅話，如果你違背我的命令的話，就被扔喺獅子坑，就會丟在那個獅子坑裡面。但係佢一係咁樣嚟到忠心，但是但以理就每日3次祈禱，他照樣的平常一樣，一天3次來祈禱，向着打開窗向着耶路撒冷，打開窗戶向着耶路撒冷，佢為有個國家禱告，為着他們的國家來禱告，求神俾我哋呢班被擄嘅人，求神使我們這一群被早日擄回歸，能夠早日回歸啊！佢相信神會聽佢祈禱，他相信神會聽他的禱告，所以佢違背命令，他就違背王的命令。但係嗰啲惡人咧嚟到咧，叫王有呢個命令啊，是那些惡人來欺騙那個王，使王發這個命令的，欺騙王啦。王咧應但以理咧被扔咗獅子坑，好後悔。王就看到但以理被丟在獅子坑，就很後悔了。王每天每晚都瞓唔着，王就每一個晚上都睡不着，唔知道但以理究竟有冇俾獅子咬死？不知道但以理有沒有被獅子咬死。一天光嘅時候走去獅子坑度，天一亮了就跑到獅子坑裡面。永生神嘅僕人但以理啊，他就喊着說：永生神的僕人但以理啊，你有冇俾獅子咬死啊？你有沒有被獅子咬死啊？但以理點講？但以理怎麼回答？王啊，王啊，神封住獅子嘅口，神封住了獅子的口，
既然神封住獅子口咧，既然神封住獅子的口呢，王就叫啲人王就叫那些人來了，整條繩落去，拿着繩子就垂下去了，將但以理救上嚟。把但以理拉上來了。嗰啲害但以理嘅人那是害但以理的那些人呢？啊，佢哋拉嗰條繩嘅時候，王叫嗰啲人去拉，王叫那些人去拉但以理上來哈，拉但以理嗰啲人咧就俾獅子咬死。拉但以理的人都被獅子咬死。呢班人係作惡嘅，這群人是作惡的，係欺騙王嘅，是欺騙王的，叫王要答應話3日內唔准有人向神或人祈求，只係向王祈求。就是慫恿王啊，就發這種命令啊，3天之內不能向任何人或者任何神祈求的。王啊，初初好開心啦，王當初的時候很開心啊，淨係向我祈求，然後只是向我祈求，向神又唔得，向人又唔得，向人神都不可以，向王祈求，只是向王的祈求。佢答應咗之後，他答應之後呢，覺得後悔，他現在後悔，覺得有問題，覺得有問題哦，要將但以理擺落獅子坑，最後你都把但以理放到獅子坑哦，就敬虔人，金錢人。神會救佢，神會救他，扔喺獅子坑，扔在獅子坑。仲有另一件事啊，但以理嘅3個朋友，當然還有一件事啊，但以理3個朋友唔敬拜王所立嘅金像，不敬拜王所立的金像，那時就被扔喺火湖裏，那時候就被丟在那個火爐裡面了。丟咗3個人落個火湖裏，把那個3個人丟到火爐裡面。王一眼望下，王就看那個火了。喂，你哋剛才抌咗幾多個人落去火湖裏邊啊？我看看剛才我們丟了多少人進個火爐裡面啊？佢話王啊，然後先人回答說：王啊，3個人，就丟了3個。王話唔係，我見到4個人喎。王說：不是啊，我看到4個人哦。第4個好似神子咁喎。第4個好像神子一樣，喺火中遊行喎。在火中裡面遊行啊。冇燒親佢哋喎，沒有燒掉他們哦。王就話，王就說了，叫3個人出嚟，上嚟，叫那些人上來，出來。阿蒙保守，有蒙保守啊，因為嗰3個人咧事先話，你唔聽我話，會扔落咧火湖裏面。當初就是那個皇帝說，跟這3個人說，你不聽我話，我就丟你到火湖裡面。你知唔知啊？呢3個人點講？你知道那3人當時怎麼回答？佢話王啊，當時說王啊，我們卻不侍奉你嘅神，我們卻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手所立的金像，也不會敬拜你手所立的金像。佢立定心志，他們立定心志，死就死吧，死就死吧，即係似以斯帖啦。啊，好像以斯帖這麼說了，死就死吧，死就死吧。所以有弟兄啊，就配咗一個音，啊有弟兄就配了一個音樂哈，個音就咁樣唱。王啊，你當知道，我們決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啊！這首歌再一次啊！王啊，你當知道，我們決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係好堅定，很堅定。神會救敬虔人脫離苦難，神會救敬虔人脫離苦難。有時敬虔人為主殉道，有些人敬虔人為主殉道，呢個神嘅心意，這是神的心意。但係佢哋一接到榮耀裏，他們一接就接到榮耀裏去，何等榮耀！何等榮耀啊！但係神要留翻我條命喺地上作見證。啊，神有時候要留我的命在地上做見證，神可以咁做，神也可以這麼做。呢啲係敬虔人嘅結局。這是敬虔人的結局。啊，下一章，呢個約瑟，好，這裡講約瑟咯，被賣喺埃及為奴，他被賣到埃及為奴僕奴隸。佢係
即係被佢哥哥陷害。他是被他哥哥呢陷害的。有一次佢哥哥去看羊，有一次他哥哥去看羊，佢爸爸叫約瑟帶一封平安信去他父親就叫約瑟帶一封平安信去問候佢哋，問候他們，帶啲食物俾佢哥哥們。帶一些食物給他的哥哥們。佢哥哥們喺約瑟離遠見到約瑟，哥哥們從遠就看到約瑟咯。呢個發夢人，哎呀，這個做夢王啊嚇！尤其是佢爸爸好錫約瑟，將件彩衣咧俾約瑟着。還有他父親很愛約瑟哈，把一件彩衣給約瑟穿的。所以哥哥們好妒忌，他們哥哥們呢看到就很嫉妒啊！我哋咁多兄弟，我們那麼多兄弟，阿爸都唔為我哋做一件靚衫，父親都從沒做過一件漂亮衣服給我們，再俾阿約瑟啫。他只是做給約瑟一個，妒忌約瑟，他是妒忌約瑟。佢有啲人話不如殺死佢啦，有一些就說不如把他殺掉吧。有啲人唔好，有一些就說不好啦。有個兄弟話，有一個兄弟說，哇，前面有班20馬利嘅商人，哎呀，剛好有一群20馬利的商人經過，不如將個約瑟賣去埃及啦。不如把約瑟賣去埃及啦。佢就被賣到埃及。所以他就被賣到埃及去了。約瑟滿有神嘅同在。約瑟滿有神的同在。雖然佢做奴隸，雖然他當奴隸，佢係有神嘅同在，但是他有神的同在，有神嘅祝福，有神的祝福，好感恩，很感恩啊！咁咧就凡佢所作嘅都係順利，就凡他所做的都很順利，有蒙神祝福。蒙神祝福。波提乏呢個主人，波提乏是他主人啊，好信任約瑟，很信任約瑟，將所有家務、所有事務都由約瑟去管理，把所有家務、所有事務由約瑟來打理。呢個時候，有好大嘅試探，有一個很大的試探。波提乏嘅妻子引誘約瑟，叫約瑟同佢犯淫亂，叫約瑟跟他犯淫亂。約瑟點講？約瑟怎麼說啊？喺創世記39章9節。創世記39章9節。我哋一齊讀。我們一起念哈。我怎能作這大惡得罪神呢？呢個作大惡得罪邊個啊？做大惡得罪誰啊？神，得罪神啊！作大惡得罪神。做大惡得罪神。有啲人諗住犯淫亂唔緊要啦。有一些人想犯淫亂不重要啊，冇人知啊，沒有人知道啊。但係我哋基督徒，但是我們基督徒呢，一定要知道，神知道，是神知道的。我哋一定要好似約瑟咁講，我們一定要好像約瑟這麼說。我怎能作這大惡？我怎能做這大惡？得罪神。呢個約瑟呢？這約瑟啊，後來呢，佢就被冤枉啊，被波提乏冤枉。佢話佢想非禮，佢調轉嚟啦。後來就反而被波提乏的妻子來反過來冤枉他哈，他要親近我。呢個波提乏聽個太仔講，但波提乏就聽他太仔說，咁就將佢立時即係放喺監裏邊。那馬上把他塞在監裏了。過咗喺監裏邊有神嘅同在，在監獄裡面就有神的同在哦。有一個發夢，有人做夢作夢佢喺法老面前遞酒，做夢他在法老面前的遞酒啊，酒政，他是當酒政。另外一個人做夢，法老將佢處死刑，法老就把他處了死刑。呢兩個夢係好真實，這兩個夢很真實啊。咁呢個酒政咧，約瑟話：你出獄嘅時候咧，你喺法老面提下我。然後這約瑟幫他解夢之後呢，跟這個酒政就說：你出獄之後呢，在法老面前要提聽我的名字啊！我係幫你嘅，我係幫你解夢，我幫你解夢啊！呢
酒政嘅時候出到去咧，乜都忘記啊！而且走政出去之後，什麼都忘記。嗱，你要依靠人咧，唔可靠嘅，所以啊，你依靠人是不可靠的，人會忘記你嘅。人會忘記你的。神都容許呢個人忘記佢，神你容許這個人忘記他。但係當法老有一次發個夢咧，但有一次，全個埃及冇人識解夢。但是有一次法老做一個噩夢啊，全個埃及都沒有人能夠解釋這個夢。呢個就酒政同阿法老講啦。這個酒政都想起來了，跟法老說了：阿法老啊，哎呀，法老啊，我真係我想起神使我想起我嘅罪嚟。哎呀，神使我想起我的罪來了，我忘恩負義，我忘恩負義啊！我坐監嘅時候，我能夠回來做酒政的時候，我有一個人叫約瑟，有一個解夢好靈嘅，他很靈驗的，好係啦，好。所以咧，法老話：叫佢出嚟啦。所以法老就馬上叫他出來。咁佢就啲人幫約瑟剃頭啊、沖涼啊整得乾乾淨淨去見法老啦。然後人就把約瑟提出來了，幫他洗澡、剃頭啦，把他弄乾乾淨淨就見法老啦。法老話：我知道你同約瑟講你識解夢喎。好了，法老就跟約瑟說了我知道你會解夢。法老話：唔係在於我，不是我。然後約瑟就說：不是我，係神，是神。佢係藉咗神嘅名，然後借着神的名幫法老解夢，幫法老解夢。法老覺得好有道理，法老聽起來就覺得很有道理，立佢做全埃及嘅宰相，就立他為全埃及的宰相。後來佢兄弟咧上到嚟埃及糴糧啊。後來那個他的兄弟約瑟的兄弟來埃及來買糧食啦。後來就相認啦。後來他們相認了，兄弟們相認了。約瑟願意赦免佢哥哥嘅罪啦。約瑟也赦免他們哥哥的罪了。佢哥哥亦都向我認罪。他們哥哥們也向他認罪了。你中意睇創世記，自己去睇，仲經仲詳細。你喜歡就自己去看創世記，更詳細好似追小說咁好睇嘅，好像看小說那麼好看啊！神嘅話係咁寶貴嘅，神嘅話就那麼寶貴。我哋睇到約瑟喺逆境中能夠有聖潔嘅生活啦。我們應該看到約瑟在逆境中有聖潔嘅生活了。另一幅啦，約伯。好，我們看約伯咯。約伯喺苦難中敬畏神。約伯在苦難中敬畏神，順服神。佢咧係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雖然魔鬼攻擊佢，雖然魔鬼攻擊他，真係失去好多財物，使他失去很多財物兒女。佢然後講，然後他說。賞賜的是耶和華，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嘅名係應當稱頌嘅，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在極大苦難中，在極大的苦難中，佢操練了對神無條件嘅敬畏和信靠。他操練了對神無條件的敬畏和信靠。但係我哋都能夠有呢個操練，但願我們都有幫助我哋，求主幫助我們OK 下一幅。大衛啦，我們再看大衛了。佢牧羊，他牧羊，佢係靠神，他靠神好忠心，很忠心，盡忠職守，盡忠職守。面對獅子和熊，面對獅子和熊，佢都唔驚，他都不怕。幾忠心呢？你看多忠心佢能夠咧面對，佢能夠拯救啲羊脫離獅子同埋熊嘅口。他能夠救那些羊從獅子還有熊的口裏面救出來。佢呢個操練，他這個操練預備咗個日後嚟到戰勝哥利亞。他這個操練預備他日後來戰勝哥利亞，何等寶貴！何等寶貴！我哋睇另一幅，摩西又係啦。跟摩西又是一樣。神用40年嘅
曠野生活操練佢，神用40年的曠野生活來操練他，最終摩西成為神所稱讚嘅。最終摩西成為神所稱讚的。摩西為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眾人。神稱讚他啦，摩西為極其謙和，勝過世上的眾人。呢個神對摩西嘅稱頌，這是神對摩西的稱讚。佢係操練敬虔，摩西就操練敬虔啦。神用40年去訓練佢，神用40年來訓練他。所以咧訓練到呢個人咧能夠咧好謙卑，所以訓練到這個人很謙卑。感謝神，感謝神。佢喺漫長嘅等候同苦難中，他在漫長的等候和艱難中，蒙神帶領，成為帶領，神塑造佢成為一個出色嘅領袖。神塑造他成為一個出色的領袖，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過紅海，神使紅海嘅水分開，神使紅海分開。呢個好寶貴啦，很寶貴啦。好，最後再嚟哥尼流。我們再看哥尼流，佢係依靠神，他也是依靠神，佢係信舊約嗰位神，他信舊約的那位神，佢未認識耶穌，他還沒有認識耶穌，但係佢日日祈禱，但是他天天的禱告，周濟窮人，神見佢咁，神看他這樣，好想將耶穌基督嘅救恩傳俾佢，就很想把耶穌基督的救恩傳給他啦。神冇直接用天使嚟到叫佢嚟到信耶穌，神沒有直接用天使嚟叫他信耶穌，神係叫天使吩咐哥尼流去揾彼得，神是透過天使吩咐哥尼流去找彼得，彼得嚟到，把福音傳俾哥尼流一家，福音傳給哥尼流一家，哥尼流一家就蒙恩得救啦，哥尼流一家就蒙恩得救了。我哋感謝神，我們感謝神，我哋祈禱，我們禱告，我哋感謝主，我們感謝主。敬虔人係蒙福㗎，敬虔人是蒙福的，但係我哋一生人都要敬虔，但願我們一生人都敬虔，操練與你親近，操練與你親近，以你嘅事為念，以你的事為念。我哋敬拜你，奉主耶穌嘅名。我們敬拜你，奉主耶穌基督名。阿門。阿門。好，今日講到呢度啊 ，sorry。